夏天為大地帶嚟美腿，展現美腿需要揾到剃腳毛嘅渠道。但當遇到一啲不良嘅脫毛公司，我要脫毛！火機，哇！膠紙，哇！砂紙，強水，令人髮指嘅經營手法，同埋草菅人命嘅器材，就會為我哋嘅生命帶嚟煩惱。無頭暢通，有你幫手，必定會成功。